英国前一站有几个查甫人伫曼彻斯特机场发生冲突咯，警方处理的时阵，有一个警察去踢民众的头，影片互传去网络顶头，有真侪民众是真生气哦，嘛去市政府跟警察局抗议讲警察上超过咯，嘛阁有种族歧视。嫌犯互警察压伫咧涂骹，头互人用骹踢，一个正大力打伊的头。英国曼彻斯特机场第2航厦，传讲敢若是有执法过当的代志。英国警方2、3暗接到报案，讲有几个听讲是对巴基斯坦坐飞机来的查甫人伫机场发生冲突，去处理的警察抑阁被攻击，送病院治疗。一若涉及到冲突的其中一个查甫人被压伫咧涂骹了，头阁互警察讲，其他的查甫人是互警方用电击枪攻击。Just imagine a first-time visitor to the UK. And they get to see the brutality from the UK police. They will not want to visit the UK again. We stand in solidarity. 影片传喺网络顶了，引起真侪人不满。有几落百人伫咧警察局外口抗议警察执法过当加种族歧视。大曼彻斯特的市长办公室外口也有几人伫咧抗议，市长叫大家爱冷静，并且讲已经采取正确而且适当的行动。大曼彻斯特警局发声明讲，因理解大众对这件代志的关心，伫咧逮捕行动使用这种武力真罕见，也引起社会不安。英国首相施凯尔也真关心。Well, I have seen the footage, and for that reason, I do understand the public concern. Obviously, action has now been taken in relation to the suspension of an officer, and the Home Secretary is already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ith the Mayor of Manchester. 警方表示，其中一位涉案的警察已经被停职，并且也把这件代志提交予独立投诉监管机构进行调查。不过，这个查甫人的律师讲，伊的头予警察攻击了，伤势恶化，脑内面发现规个拢肿起来，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